还是很多朋友来问我什么叫纯蛋干的，什么叫六排翅、满天星。那我先说一声啊，像这样的货就是六排翅、满天星的货。满天星呢，它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它会有星星点点。其实有这个星星点点，也就是证明它这个是野生的，你知道吧？如果养殖的话呢，它这些斑点的话就会很少，也不是说没有，它肯定是很少。就是这樣。不信眼淚能令失落的你愛下去，難收的覆水，將感情慢慢盪開去，如果你太累，及時地道別沒有罪，牽手來，空手不信眼淚能令失落的你愛下去，難收的覆水，將感情慢慢盪開去，如果你太累，及時地道別沒有罪，牽手來，空手不信眼淚能令失落的你愛下去，難收的覆水，將感情慢慢盪開去，如果你太累，及時地道別沒有罪，牽手來，空手不信眼淚能令失落的你愛下去，難收的覆水，將感情慢慢盪開去，如果你太累，及時地道別沒有罪，牽手來，空手不信眼淚能令失落的你愛下去，難收的覆水，將感情慢慢盪開去，如果你太累，及時地道別沒有罪，牽手來，空手不信眼